天里头都两边没有了做面，天里头变作是菜给菜天，因为两边有河山，因为两边有河水。两边做的太里头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轻声细语，轻轻踩踩，走在前面，逗你大游戏。天里头都两边没有了做面，天里头变作是菜天，因为两边有河山，因为两边有河水。两边做的太里头可以看下心情，太上冲，轻声细语，轻轻踩踩，走在前面，逗你大游戏。走啦，走啦，走，这没什么好看的啦，走啦，走啦。你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在开玩笑吧？开什么玩笑？不好笑。走啦，等一下再跟你讲啦，先走啦，走啦。你说清楚，你还骗我说你已经成年了。我要是跟你讲我高中生，你敢跟我走在一起吗？你跟我去警察局。啊？警察局？我看你还没成年吧？我送你去警察局，叫你爸爸来接你。我不要去警察局，不要去。走吧。我不要去警察局，我不要去啦。那你为什么要翘家？有人在开玩笑吧？好啊好啊，我是他妹，我来付。你认识他吗？认识。你跟汤米是一伙的，对不对？放开我！住手！你假装被欺负，好让他们有机会偷走我的钱。你们在干嘛？发生什么事啊？这我地盘啊！敢在这边跟我呛架哈？放开我！放开我！走开！放开！放开！没有，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而且那天发生那样的事情，要不是你救我，我也不知道我会怎么样。放开我！警察来了！啊！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要不是因为救你，我也不会受伤，钱包证件也不会掉。你流血了。没关系啊，
去看医生。你这个骨头看起来是还 OK，没有断掉，但是可能骨膜有一些疤，那看怎么样，如果没有回去小心注意它。你在说什么啊？你想想看，你是一个外国人，你来到这边，你身上又没有钱，又没有证件。那天受伤，我好心送你去医院看医生。我这样怎么会想要害你呢？你接下来去哪里？要不要我帮忙？不用了，我会自己想办法。可是你现在身上没有钱又没有证件的，你能去哪里啊？这是我自己的事啊。谢谢你刚才帮我付钱，你已经帮我很多忙了。你要去幸福里哦？在哪啦？我知道幸福里在哪里，我可以带你去啊。我家就在那边，真的。哦。站路中间干嘛？很危险呢。谢谢啊。你走吧。你知道我钱都掉了，不可能有钱倾向的哦。回家吧，免得又发生什么意外。我可以帮你啊。我也不想欠你人情啊。那，你用那个底给我好了。你这个日本人，你身上没有钱又没有证件，你要去哪里呀？因为我们乡里的老人家还有我妈都会讲日文啊，所以我听你的口音，你应该是日本人啊。是啊。好啦，我带你去啊。幸福里就是我家那边啊。你没觉得我是一个外国人，想从我身上捞到更多钱是吧？哦。如果你能帮我，没问题。好，那这样吧。之后我会给你10万元。10万元，台币还日币啊？日币。10万。那10万块钱，我从来都没有跟你要，是你自己说要给我的，我根本就不在乎。好，算了，反正你已经到了，你要怎么样怎么样，随便你。这个钱你拿着，免得说我欺负你。免得你说我欺负你。小慧，
如果我误会你了，那对不起。可是我现在为了你变成诱拐嫌犯，这又是怎么回事？其实我是离家出走，啊？可是我离家出走是有原因的，而且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拿编织手环，拿完了我就要走了。你要去哪里？离开这里啊！啊？你要把我丢在这里啊？你不是说要帮我的？我已经帮你啦，你不是要到幸福里？这里就是幸福里啦。我不是来观光的，我是要来找什么？问题是你这样一走，人家把我当犯人抓起来怎么办？我怎么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哦，说的也是哈。好了，那你跟我一起走。我好不容易来到这里，我干嘛还要跟你一起走？那你到底要怎样？你再帮我一个忙，再去做自己的事，可以吗？我还是会给你10万元。不行，这10万元拿不拿我根本都不在乎。但是有件事情我一定要先离开。好了，时间来不及了，你到底要不要走？なんで俺がこんな目に遭わなきゃいけねえんだよ。啊？哦，没事。走了啦。你不用担心啦，你跟我走在一起，我们一起被抓，我会证明你是无辜的。等我把事情办完回来，我一定会帮你，好不好？往下面走。对不起，这不是你的错。把人平安带回来是警察的责任，这件事情不怪你。怪他，是我们的警察办案能力有问题，竟然派一个不关心别人死活的警察去，怎么可能把人带回来呢？哎，你怎么这样讲？我们当阿伟，今天不能把人带回来，是我们太大意了。你从现在取消所有的休假，直到找到人为止，知道吗？所长，派他一个人够吗？我还能相信他吗？秀兰，不只是他了，现在国恩也还在外面查嘛。那国恩有没有什么线索？还没有联络到他。你这什么话呀？看吧，2个警察也不够，要查就要动全力查嘛。现在我们小孩子不见了，还有什么事情比这个更重要呢？哎，大家都是老邻居了嘛，好，大家都很清楚啊。我们这个派出所人力有限啊，现在全力办这个案子，又还有其他的勤务要做，所以真的警力吃紧了。如果你们真的很重视的话，可以请北的派出所调出人力一起来查，不然你们这样查要查到什么时候？
能够请求的资源还有协助，我们都已经找了，而且分局那边也已经通报了。我虽然不知道上级还有其他派出所他们办事的步调是什么，但是请你们相信我，我一定会找到小慧。这种官方说法我听太多了。对呀、到最后还不是不了了之？怎么会不了了之？我们现在只要能多找到一些跟这件事情有关系的线索，对找到小慧不是有很大的帮助吗？排义，事实上，我很想问说，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小慧会离家出走？你的意思是说，我这个做妈妈的不负责任啊？啊？是我让我女儿离家出走了？咦，这个社会治安不好，每天到处都有人诱拐抢骗，都是我一个人的错。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是说，如果我们能够仔细的分析小慧她为什么会离家出走的话，那我想我们应该很快就可以找得到她。秀兰，小慧就像是我们的家人一样，我们不可能不管她的啦。你们一定要帮我找到小慧。我妈妈她还躺在病床上，我怕她知道这件事情，她会受不了。你妈妈还不知道这件事吗？她那种身体，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好啦，小慧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哦，你好好照顾你妈妈就好了。Saya kutirin suhaina. Alhamdulillah, bagaku. Kumana sudah rohan. Mana kaku? Ha. Anu awak kakui. Kanan tu kahoro. Hai, mana tu kaku? Kebetulan tu aku kutirin aku. Jangan tu cis. Siya ho nanti ni aki satu ka nang awatay ni minan ng takonan. Hai. Papi rumah lah na komite de mitakci. Nanti lah Wa mi jiking cicira to no tay kako. Lansa. Papi sa itser hana na komite de. Apa na ay tu kako pa rumah niso mitilis akapi raraka tanan niso apa na ay tu kako tuni. Hai agak teman orang miso apa rujuk. Asin hang miso itu mi new ing hao. Tirai paharat tengah ko. Naikkan hang.来，很快呀，来，呀茶米无简单呢，龙强哈，当贵哦，已经价钱的样呢，好本事，那叫不是不茶。哎呦，俺那说的去，那是讲按叫啊，给点年啦。有的、拍的、糊的、爱的、切的、皮的，全下来，送东西不也上糊的啦。哦，嘿啦，那是抢来啊，嘿。唔讲了条人，嘿，係唔係還有呢條教？有啊，呢條教終於當好哦，當爆了哦，出書一開房誒。是講冇馬熟啦，嘿嘿，冇馬搞白。哎，哪一啊？哦，我先這位。這位。好。天天的泡啊。哦。天天的啊。好。
对啊，好厉害。来，飞水，这个就摆起来。我有什么好处？你有什么好处？大啊细？大。学习袂歹吼。少年时阵想要创啥就创啥。食老才知影啥爱珍惜。你免甲我啰嗦啊济。大当市卖人肉的大盘是啥？真坚持吼，警察无好做啊吼。安尼啦。一句话啦，我生理还有法度做。正确的生理当然有法度做。什么是正确？真简单啊，杀人放火袂使啦，卖酒会使，卖毒袂使，人肉会使，青的袂使，死的会使，这简单。是。你知影乌上咧创啥？你去找乌上的。一句话，其他的代志我甲你考虑。喂，小慧也转来。哦，来迪啊。真经要欠死，不查一系列是请动你。小慧有转来讲。我在咪，我上来用的，我老给带准来，啊？总归呐，讲迄买花呀，咱年底去转来一下又少呀。莫吵啦，莫想吵啦，只赶你们。不会啦，事情就发生了，公安都做完了。阿飞的也下本人怪罪的，是讲应该网友危险上错啊。奇怪的，这社会唔迄拄推东西的，拢要转来一下又少，转来买的东西都无拿一个素粉轻轻的。对呀，是有一些的奇怪了哈。
所长，阮来继续查伊啊。好啊，查。不过，今日有冇个消息无？也还唔敢讲啊。等下来去清凉。做咧案叫去警察，无想到要拄到案用嘅案呢。抓着啊，人杀杀哪会深度啊？知无啊？我知啊，唔讲。要不要较注意啊？进来吧。这里。这是我伯父的仓库啦，他通常放米和饲料的，平常不会有人来这边的。拿起来吧。今天晚上在这边睡哦。我们错过了火车了。好，先睡。晚安。晚安。海洋，银河黑洋，哦海洋，哦海洋，咿呀哦海洋，哦咿哎呀，哦咿哎呀，哦海洋。
咿呀哦海洋，哦咿嘿呀，哦咿嘿呀，海洋，哦呀咿海嘿呀，哦海呀哦海洋，咿呀哦海洋，哦咿嘿呀，哦咿嘿呀，海洋。刚刚是你和的音哦，不然还有谁啊？你的歌声还不赖嘛？什么事不赖？还不错的意思啦。哦，还不错。嗯，まあまあ病じゃねえかよ。什么？没有。你常常这样半夜唱歌不睡觉吗？这样唱歌比较没有人啊。你挑没人的时候唱歌，是不想让人家听见吗？不是啦，有人在，我会怯场啊。就是在别人面前唱，我唱不出来，而且会害怕。可是我觉得你的歌声蛮好听的，有受过训练吗？其实我唱歌是因为我外婆的关系。小时候，外婆常常带着我一起出去的时候会唱歌，一起种田的时候会唱歌。结果上下学的时候，在路上也会一起唱歌。我外婆的歌声比我好听100倍，你应该要听听她唱的。原来如此。你真的喜欢唱歌吗？喜欢。我有一点点建议，要不要听？或许可以帮你唱得更好。本当？本当。谢谢，谢谢。谢谢。你还没告诉我们要去哪里？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啦。
婆，身体有没有好点？有没有乖乖打针吃药？有打针，有吃药。那有没有睡好？没有睡好，一直想小慧，小慧都没有来看我。平常都每天都来看我，突然间就没有来，是不是有问题？小慧她在家里念书啦，她最近要考试。在骗我，她平常都每天晚上都来这边看，啊，很晚下课也是会来这边看，一定有问题的，所以我睡不着。婆婆，小慧离家出走了。不过你不要担心，警察他们都在找了，她很快就会回来。他们在骗我。婆婆没有啦，小慧她可能只是想出去走走啊。小慧她有跟我说到一条手环，那是什么？我帮她做一个手环，要保护她的身体，走到哪里都要保护她。她唱歌的时候就要戴这个手环，应该会。你们大家回想看看哦，小慧每次登台唱歌的时候，一定会带着那条编织手环，对不对，法医？可是我也不太确定，我没有看过他唱歌啊。没错，他每次上台一定都会带他父送给他的那条手环。有一次，我开他玩笑，故意把他手环藏起来，结果他居然气了1个月都不跟我说话，吓死我了。这样想就对啦。哎，小姐，你们学校最近有没有什么需要他登台的活动？好像没有哎。他该不会真的去参加比赛了吧？很有可能哦。阿伟啊，嘿，你现在赶紧去查一下，看这1、2天啊，在台东有什么歌唱比赛。好。请到位嘛？请到位啊！收到，他们请到位啊！你来啦！他是讲唔是假啦，你哦一定会请到的啦。哦。小慧有消息了吗？他们说有可能去参加歌唱比赛。哪里的歌唱比赛？哦有，我们现在有在查。收总，哎，查对了。有哈。今天光是台东就3场，一场在都兰，一场在南王，另外一场在台东市。他不晓得会参加哪一场歌唱比赛，千万不要漏掉了。假如人手不够的话哦，你哈导也可以出来帮忙。有样，好感谢，谢谢。需要都可以帮忙找。谢谢大家，神蒙啊。不过哈，我们警察办案有一定的程序啦，啊，人太多去了也没有用。所长，你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人多就是有用啊，就是，对不对？对啊，这个对啦，没有错啦。到时候需要大家帮忙的时候哈，再请大家多多帮忙。哎，干照，你现在联络一下国恩，叫他现在马上赶去台东的那个现场。另外2场那个，对，赶一下。哦，我去都兰跟南王。对，现在就去哈。好，去啊。对，收容，对啊。宋医师，你很理虚，这弄乱七八糟。要是你还又很理，说对了。对呀，如果这次没有办法救回小慧怎么办啊？不要为难所长啊，那像今天哦，人事都有问题，无很明了啦。这样我们怎么放心呢？可以这样帮警察讲话。小慧也是你的子女呢。对。哎，我知道了，哎，你们不讲这样子的话呢？是嘛，咱是这样子的嘞。不然都这样子的，警察放心嘛。除了堂来公就会发毛。我是说，你们现在这样吵的话，小慧她也不会自己回来啊。如果大家信不过我的话，改造你们总该相信吧？对。再拖下去，比赛都要结束了。好了，就这么办了。好，来，你们2个换一下。好，那个国恩就由你来联络。好。改造，有什么状况赶快打电话回来，是不是啊？好了，这样子可以了哈。好，来，你呢一定会请
收到的啦哈，好，开始了，祝福你哦，不要担心啦，不要担心啦，好，哎呀，走点，快点啊！快点呐！喂，新闻派出所你好，嘿，哦，新的查缉公告出来是？好好，我等一下就过去拿。喂，新闻派出所你，马哥啊，抓翻鸭啊？哦，改造有经验是不是？没啦，反正你喊人数没拉呀，全区请小慧啊，忙啦忙进度的。哦，我会转告那个钟太太。好，谢谢谢谢。妈，你给阿伯物件的啦。阿水爸啊。几来啊？啊？做嘛呀？稳赢啊。唔系啊，时间忙多咧。这不会讲什么？哦。这你哈，这前头还有点重哈。这毛病啊？今天发来嘛，讲叫合唱团本人邀请的，回去表演啊。没吧，受众，你啊忙开时间，按摩喊，那又忙开心情冲狗了。准备就好吹起来啊！表演给为首，迄你难忘迄嘛？真难忘。我听说小慧，谢谢组长，你要注意演。阿弟啊，错，那你很欣赏会啊？刚刚看还行。对。好吧。小赵，你怎么来了？你不是被所长罚禁足吗？小金怎么也来了？因为所长说唱歌那么好听，不然很可惜。你有看到小慧在哪吗？没有，要进去看他比赛名单才知道。哎，学长，请发送，马上开始。啊？马上开始。哦。
你还记得昨天我跟你说的吗？啊？站开！